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席郭文德上新的公法。不是纯粹是为了总统大选的选举布局啊，有时候去看看产业怎样。我昨天去那个桃园有没有问那养殖业，你知道吗？那我们就会说，我们那个渔产公司，你知道吗？怎么去跟他们对接，让它的产量会比较不会受那个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影响，因为我们台湾的池塘养殖业还是很明显哦，在冬天的时候，它清理那个鱼池的时候会出货很多。那这个就我们的渔产公司就变成我们在行销什么，是不是能够去配合它？所以老实讲，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就算全身走透透，你知道，都不是那种什么我造势几万人在那里画动算，你知道，我们是很低调的。但也到每个地方跟柯文朋友见面了，这个是大家高兴开心这样就好了。所以是这样的哦。发大财是个口号，问题是发大财还是要，我跟你讲，就好像今天讲这什么，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养，那是长官一句口号，那个真的要做到网站要出来哦，那钱要怎么拨？你知道公务员要加班多久才搞得出来？我看那个教育局大概过去几个月那个幼教课，我看那个加班时数已经加到就算了，就认了，就捐给国家的嘛。所以是这样的，发大财是个口号，但是大家讲国家真正需要是国家治理，要很认真的去做事的，你先发口号啊。至于芒果干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像大陆8月1号就无预警，你知道停止自由行，听说8月15号起团购要再减半了，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那这是这样的哦，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就是国际情势啊。你每天捅他，你知道，每天骂他，大家想说你每天骂我，说给你赚钱，骂我等于最见头的嘛，他刚刚骂我给你赚钱，所以他也对你下手。那你对我下手，我一定更不爽，对不对？坦白讲，我到大陆这一次，我也问过说，我跟他讲，我这次上海商城论坛，我跟他讲说，作为医生，你知道吗？那 WHO 一定要让台湾进去。我说你什么都挡，你好歹这个健康的东西挡，你这是让台湾人更生气而已。他也有听进去的，听了，当然他还是嘴硬，跟你回几句。这个就是这样，他的态度就是说，你都对我不好，每天要骂我，我为什么要对你好？我说这不是这样啊，这个有些东西你只是让增加台湾人的愤恨而已。那所以这样，两岸之间其实真的是需要智慧，智慧哦。那修麻婆，我妈妈每次跟他讲修麻婆好为呢，你骂人家，人家也骂你，骂出来就越来越恶劣。坦白讲我们这个自由行突然断掉，你知道，如果团客再减一半，我天哪，这个连台北市连我们都要想一下，你知道，哇，这怎么应付啊？这一大笔收，这还是一笔收入嘛。这到底这个我们在台北市少掉这个收入要怎么处理？这个来讲，我们为了这个我们。市政府还真的要组专案会议来应付这个问题。那所以是这样的哦，两岸之间相当复杂。坦白讲，这个我从来没有怀疑。其实我跟你讲哦，真正的深绿，你知道，有时候我还蛮佩服的。那这些人可以为他的理念，你知道哦，硬是要干到底的，这个我还是佩服的。但是我很讨厌那一种哦。那你就是利用这个在谋个人的福利、政党的福利，所以是这样的哦。义和团，你知道吗？我就说愚忠，你知道，说那就算了，那有时候义和团没有同情的态度，可是那一种假义和团，我心里面才是圈圈叉叉的。好，那个书香。像我跟您在两集，像我跟您顺着询问您脸书的 po 文，因为您好像特别有提到说第三航厦因为政治利益介入，因为。好，咱即马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伊明仔准备要召开台湾民众党创党大会，将一港日人面册po文，讲到创党的理念。伊批评讲，即马伫台湾，敢若哪会立的统一甲独立，也阁有大发财和相关的议题，都无其他的选择。另外，嘛有消息讲到，即个拜六有可能会和郭台铭见面。搁再来关心共款嘛是现主席上新的现场消息，这是香港反盗犯条例民众今日发起规个香港大罢工的行动。特首林郑月娥拄则开记者会，以过节暴力的行为，伊嘛批评反送中的运动是甲香港送去足危险的境界。咱做伙来听上新的讲法。The recent protests and marches have seen escalated violence, and these worrying acts have gone beyond
the Fugitive Offenders Bill, particularly when I have already announced some time ago that the bill is dead. Such extensive disruptions in the name of certain demands or uncooperative movement have seriously undermined Hong Kong's law and order and are pushing our city, the city we all love and many of us helped to build, to the verge of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继续要来关心香港反盗犯条例民众今日发起到3罢行动，香港罢工嘛影响到咱桃园机场，一寡民众本来要去香港转机，航班嘛加减拢有影响，即嘛算的上少影响23班的航班已经取消。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陈英如来带来了解。英如。好主播，随着香港今天发起3罢活动，罢课罢市之外，首波的罢工也由航空业发起，机场运作出问题，连带影响到桃园机场的旅客。你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前往柜台换票，因为他们的转机地刚好就是香港。有人原定要前往槟城游玩，还有人是要回到北京的老家，都因为香港机场罢工，飞机无法起飞，要赶快来解决行程的问题。带您听一段稍早的访问。我们就是如果飞到香港就出不去了，所以就变成现在台湾的这一班也要改到下午，就到槟城可能已经晚上了，这样子就是非常的麻烦。因为刚刚才到这边才了解说班机取消，那现在来柜台这边来看一下，说可以更改的麻烦。透过访问可以感受到，民众是相当的困扰，因为不止飞到香港的班机延误，就连转机的班次也有变动，所以干脆是全部大改，但也直呼真的好麻烦。那么目前根据桃园机场航班异动的网页来计算，5号飞往香港的班次有至少23班已经被取消，另外有5班延迟。至于国泰航空与港龙航空也陆续在网站发布6号的取消班次，也呼吁游客到机场前先检查航班的状况。以上是目前的情况。多谢英如，其他社会消息要带大家关心，有人把过路线当作轿车的停车场。这是在中立火车头附近，一架轿车无休过路的人，直接把车挡在路中央，引起到大家都爱驶过，真无便利。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洪泽银来带来了解。泽银。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就在中立车站的附近，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一台白色的休旅车竟然就大喇喇的停在斑马线的上面，那挡在了路中间，行人要过去还要特别绕道而行，十分不方便。那甚至有机车也是有样学样哦，同样是停在斑马线的上面，挡住了行人的去路。有民众看到这个场景哦，拍下影片。上网po文怒轰，说这位车主怎么这么没有公德心？那有网友回应说，这实在是太夸张了。但有人说，这是中立车站前面的日常啊，早就见怪不怪，希望可以请相关单位来处理。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之5，在妨碍其他人车通行的地方停车是可以处以新台币600元到1200元的罚款。那也提醒民众不要为了自身的方便就乱停车在斑马线上面。除了影响他人，也会吃了罚单。以上为你找到的资讯。多谢泽银，继续来关心热天去山区运动，都要特别注意有蛇。南投县溪地乡有游客去山区翕相，发觉去踏入物件，感觉无对同。拄开始掠准讲是会大落去，也毋过详细一个甲看，原来是一尾细尾蛇，害伊惊甲清冷汗。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在山区活动真的要特别小心哦。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民众运动鞋上怎么有一条跟鞋带很像的生物，缓缓地从鞋子边缘往上爬。认真一看，是条褐色小蛇，正巧跟鞋带颜色很像。如果不仔细看，真的会以为是鞋带掉了。这段影片是南投县鱼池乡一位民众上传，他到山区拍摄照片，眼角瞄到鞋边有动静，一开始还以为是单纯的鞋带松脱，后来才发现是条小蛇，赶紧停下手边拍摄。幸好后来小蛇爬过后就离开了。根据了解，这种蛇叫茶斑蛇，常见于中低海拔山区，以青蛙跟蜻蜓为主食，没有毒性，但被咬到后会有轻微红肿。也提醒民众在野外遇到蛇切勿慌张，保持冷静。若真的发生意外，就得立即通知相关单位。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资讯。
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轻度风台日基马昨已经形成，如果伊扫过咱台湾附近的几率有较悬，强度嘛有可能会变做中度风台。那为咱台湾来，其中拜四、拜五上挖咱北部，也有东北部，咱做伙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今年第9号利奇马台风今天早上是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这个位置，那预计未来会先缓慢朝西北方移动，那预估未来就是朝琉球到台湾的这个方向在移动。那因为它所在的环境其实目前是比较属于导引气流微弱的一个环境，因此现在最新的资料对它的未来走向的预估分歧度还是比较偏大一点。那因此呢，它整个路径比较明确的状态，其实还是要持续的观察。那气象局不排除利奇马台风在未来可能会有威胁台湾的这个可能性。威胁台湾的可能性是说什么时候最近，然后它有可能会变成中台吗？还是更强的？好。那以现在整个环境资料来预估，利奇马台风它是有持续增强，那有机会到中度台风的这样一个潜力。那以整个路径跟它的速度资料来预估的话，目前评估利奇马台风对台湾影响比较明显的时间，可能就会落在8月8号到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4到礼拜6的这段时间之内。所以目前是整个高压形势是有改变，还是有增强，还是减弱？对，然后到时候的话，整个外围环流会不会有可能笼罩整个北台湾呢？好。那以它现在所在的一个环境场来说，它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季风低压槽内。那它未来会先往比较西北方的这个方向移动。那未来几天内，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如果在它的东方，因为目前还有另外一个低压环流存在，如果它东方这个低压环流未来有增强的情形的话，那利奇马台风它的走向就会比较朝偏西一点，也就是比较靠近台湾的这个方向来移动。那这是我们未来这2-3天内要观察的一个重点。那以它整个接近台湾的方向来预估的话，因为它是从台湾比较偏东到东北方海面接近，因此整个环流影响台湾，最开始会先比较有影响到的区域，大概就是以台湾的北部到东北部这一带为主。那当然在礼拜3、礼拜4以后，整个环流影响台湾的降雨分布，还有降雨的强度，都要看到时候台风的距离台湾的位置而定。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讲法。另外，社会师要来关心左右摆去，互人偷看去，要安怎才好？道民众咧人面册铺文，讲因小妹去超商办代志，甲右摆去插伫咧超商外口，因为无锁出来时，发觉这只铁马已经互人偷看去，赶紧报警察来处理。较等也未找到倒来，右摆去公司嘛讲，逐台车其实拢有锁，要互民众用。假使若是发觉车无去，3个月后还阁找不到倒来，就要赔偿9000块。一个查某人骑摇摆去，甲车停伫超商头前，刷落行入去超商。过无偌久，有一个外国的查某人经过，越头甲看一个，可能发现到这台摇摆去了后，就行转来直接甲骑去。来关心高雄市市长韩国瑜顶部出现伫咧凤山行政中心的办公室，要来取消本来行程，也毋过到底原因是啥？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会来面对面的，顺便也可以讨论一下台中、高雄的建设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议题。来。原本早上有预定要在高雄的行程，怎么会临时取消啊？我有个人有其他，我们从今年3月份开始就推动高雄市的观光医疗。我们觉得现在台湾有2个体系，有2个行业是可以说傲视全亚洲的，一个是农业，一个是医疗。所以观光医疗在高雄市的大力的来推动。那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展现效果，也感谢高雄市几大医院系统全部都来投入观光医疗。那行政是连续的，市长、副市长、秘书长之间互相的轮流代理来出席，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好吧？那我们国民党现在要拼整合，我们是不是希望吴主席能够出面来做这件事情？对，我昨天已经提出呼吁，希望中国国民党吴主席来出面来整合。那我个人是表达最大的诚意。我觉得党中央如果出面的话，对于党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士来说，一定会有一些感召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吴主席也能来帮忙，一起来出面，一个团结合作而且和谐的国民党，能够让台湾人民有更高的信心。所以希望吴主席来出面来整合。他整合的人是王金平吗？跟郭董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还在等郭台铭董事长的回应，但是我已经再一次去打电话，也语音信箱的留言。好。那跟那个院长王金平会约见面吗？最近？
已经连续见了好几次。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再安排的再拜会王院长，没问题。部长，你要不要讲一下香港？香港今天也是大三霸。香港跟台湾的一水之隔。那我相信站在台湾人立场，一定支持香港人的民主自由。我们希望香港一个繁荣稳定、和谐的香港，能够赶快重新恢复。那从反送中到大罢工，显然香港政府跟香港市民之间的对立开始急剧升高。我觉得香港政府必须迅速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把整个这几件暴力的事件能够做一个清清楚楚的调查。那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于现阶段来说，缓和香港市民的情绪也会有所帮助。香港跟台湾之间的贸易、旅游来往非常的频繁。如果香港动乱持续下去以后，不光是香港的损失，也会是台湾重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希望香港政府要赶快勇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而且一定要公正的、客观的来做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调查。而且台湾人民都非常关心香港这一次大罢工的事件。那我们现在竞选总部办公室何时会启动？这个没关系，这个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好不好？其他就这样子，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现在看好。前几天在造势场上有人呛你是王国荣。前几天造势场合总共有多少人出席？大概有多少？你打他看嘛，大概有3万人，那29998人，29998人，大家他们的声音跟他们的想法，是不是有关的媒体要注意一下？但是特定的媒体因为黑函抹函呢，已经习惯了，所以一定会去找1个到2个的声音，但是旁边还有29000多人的声音，他好像完全看不见了。这是公平吗？还是继续抹黑韩国瑜？我觉得这一点全国民众要看清楚。我再说一遍，3万人有29998人强力支持韩国瑜，中间突然冒出2个人有不同的声音，被这么扩大的报道，能不能够请这些特定的媒体报道一下29998人的声音？我觉得这才是公平，对不对？好，谢谢啊。谢谢。主播来帮忙，谢谢。其他消息继续要来关心，警政署统计过路的人死亡的事故，超过65岁有岁数的人比例上介悬，这几年拢占差不多70%。其中6都排伫咧头6名，像讲双北市、台中、高雄市政府，即马当咧研究针对有岁数的人，常常出入的路口延长过车路秒数的时间。另外，交通部嘛要学日本，鼓励民众过车路会当举手，提醒塞车的人都要特别注意。驾驶甲乘客拢惊甲叫出来，因为伫活的时阵，车嘣一声弄到一个欧巴桑。欧巴桑规个人飞出去，受重伤救袂回来。另外一个骑车拄到青灯直行，煞可能无注意到路的情形，当场弄到一个伫过车路的欧里桑。根据警政署统计，在所有行人的车祸死伤人数当中，以65岁的高龄年长者的占比最高，在2014年来到了63%，而2017年攀升到了73%。也因此，交通部严拟，希望行人都能够举手过马路。想要学日本，希望民众过车路的时阵，拢会当把手举起来。那个走路都是弯弯的，哪里还去管他举手不举手？司机会看得比较清楚吧。车子没有让行人老人就是以为他最大。一部分的民众嘛认为过车路的时阵手有举起来无，唔是重点，因为为发生事故的时间来看，上定会发生伫透早4点到早起8点，那是因为天色较暗。另外，警政署嘛分析，这里接造成车祸死伤的原因，大部分拢是民众无按照规定行过车路线。举手一方面是引起我们骑机车的注意，另外一方面呢，也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过马路。路口。他的描述是有短了一点，不要说老人家了，我想平常人要快速通过。未来包括双北、台中、甲高雄，拢规划会针对较侪岁人行出入的路口，像讲病院附近，增加过车路的时间，希望会当降低侪岁人过车路的风险。若过车路的时阵，手提枪有效无嘛？爱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台视新闻独家报道来看到食汉药，那会去食到药包底啊的这个纸糊，这是新北市一个张先生7月初来到三甲出名中医诊所，给医生看，拢总摕15包的药粉，也毋过伊讲这个药粉内底有纸底啊的纸糊，小连续开2包，拢有这款的情形，伊嘛怀疑讲诊所包药啊过程感受失觉差。新北市卫生局来到诊所检查了后，发觉这间诊所拢符合规定，无问题。也毋过伊讲后日若是拄到这款的情形，爱记你甲药底啊、药单留落来做证据。其实我第一眼是看到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我可能把它吞下去。甲中药粉甲掰开，就会当看到内底亲像有这个药包的纸沙仔伫遐。张先生这个药会使讲食甲心惊惊，就觉得它不是属于中药的成分，然后我就把它倒出来，发现是它这个药用的这个包装纸袋啊的其中一个小切角。怎的一丝啊都无亲像这个药单顶悬写的药材。张先生控诉讲，伫个7月初，伊因为这个胃肠的问题，去三甲一间中医诊所互人看，摕5天的药啊有15包的药粉。伊已经食7包，想袂到第8包来看到这个药底的纸沙仔，搁甲开1包嘛是安尼。伊想讲这应该是中医诊所无张地甲这个药包的纸沙仔甲加入去。医师开出来的药包信任度一定是非常高的，谁还会去想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的存在？这一朝被蛇咬啊，那每次服药可能就都会把它倒出来看吧。就惊讲有别项的物件甲掺入去这个药粉内底，张先生伊就随包来甲检查，加在剩的6包拢无问题。不过伊对这个中药已经心内有概念。咱实际来甲探访这个诊所嘛是无啥啥，诊所强调讲因毋捌发生过这款问题，若是讲有纸沙仔，应该是长条形的，毋是三角形的。双方目前是安尼家己讲家己对。还原他们配药的过程，但是配药过程呢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拆开的话，有时候会难界定说这个药物是不是能够保持原来的样态。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还有剩下的药的话，就先暂时不要拆开。新北市卫生局初步来稽查这个诊所包药的过程是拢无疏失，不过对张先生来讲，伊的心内已经有概念了。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是上新的消息，要带台来关心花莲发生一件车祸，伫台11饼线一架山石车，运将可能为伤过忝头，规台车煞抓袂牢，弄累残入去，甲路树啊，拢规个板错起来，抑佫有路顶含交通牌，拢互伊弄歹。该在这个运将家己走出来，人无啥要紧。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洪泽银来带来了解。泽银。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一辆砂石连结车，是整辆车斜的冲到了田的里面，那只剩下车子的后端是还留在马路上头的。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连结车的车头下方保险杆的位置是整个都给撞坏了，甚至保险杆是整个被撞掉，那车壳也有被撞凹的情况。现场树木也都被撞倒，树叶的枝条是散落了满地。这起车祸发生在花莲台11丙线15公里处往北的路段。那这辆砂石连结车疑似驾驶是有疲劳驾驶的情形所以就造成整辆车失控打滑，接着就冲到田里面。那不仅有路树被连根拔起，那树根还卡在车头底下，那甚至连路灯跟路边的告示牌也都被撞断了。驾驶当场吓了好大一跳，赶快下车自行脱困，所以他只有双脚擦伤，没有生命危险。以上为你找到的资讯。另外，政治消息要来关心，民进党和一寡小党合作拼2020年总统大选。其中台中第2选区和台湾基进党合作，挺基进党的发言人陈柏惟出来参选，要来挑战现任的国民党立法委员颜宽恒。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蓉来采来了解。怡蓉。好，主观众带您关注一下，距离明年总统大选呢，也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在2020立委的布局部分呢，民进党这边其实是陆陆续续与小党来继续进行了合作，包括呢在台中的第3选区是礼让了这个洪慈庸呢来继续竞选连任，而此外呢，在台北市的第5选区也是礼让了林长佐来继续竞选连任，而此外呢，在台中的第2选区的部分呢，他们是与台湾基进党来合作，共同推出呢台湾基进党发言人陈柏惟。那至于呢，蔡英文的竞选团队的部分呢，也已经逐渐成型了。我们来听听看中文台的说法。以过去选战的经验看起来，那么总统一定会拜托对他过去在选举当中合作有经验的，或者是说彼此更为了解的人
来主持整个竞选总部的工作。在党中央的责任就是如何的跟竞选总部做高度的连结跟高度的密合。在第一阶段，我们有18位中央党部的同仁，我们派进驻到竞选总部去。所以那一天在常会秘书长报告之后，我算了一算，刚好是18个人。我们这个18同仁阵就是要耐操。好，可以听到呢，其实党中央将有18位党工、18同仁呢编入竞选团队来继续进行运作。而此外呢，也已经调派了社运部的13位，以及呢这个秘书处的2位同仁呢，一起来协助这个蔡英文来继续竞选连任。而现在呢，蔡英文的竞选团队也已经逐渐成型了，为了2020这个保卫战呢，持续的来继续进行当中。以上我们现场军状况，将时间交还彭磊主播。在地自治港行要来关心中华二林公益宫中原普渡开5000基道，规个贡品摆甲满满是。另外庙埕停车场同款嘛是摆甲可，岸边的道路也阁有普渡的贡品供道，拢是叉，会当讲是规台湾规模上界大的普渡活动。路区准备了，我们车子已经开过去了。这个号做是规台湾上大的普渡，伫中华的二林庙埕进前来搭边啊，已经有超过5000道，这贡品甲摆开。看到真盛大，毋但伫个庙埕进前，连这个停车场还佫有边仔的路，拜道拢排甲满。咱画面甲转较紧的，干那看这排，就亲像无尽头共款。听讲这个庙方对年车就无用到单咯。伫这2个月当中呢，动员的义工大概200-300位，一直咧陆续咧做这个工作，尤其是伫这2礼拜当中吼，这个非常的密集。这足无用的。阮就若爱办，阮就来安尼。无用规半年，志工嘛讲这真无简单，达到摆出来的物件，这贡品摆的顺序拢爱同款。亲像这白米饭，都爱用几卡大鼎，煮规半煲才会好势。也佫有人对外国专工来看，像这个太太就是对日本来的。我出生上海，但是我常住日本。所以专程回国来这边。我回国带了一帮同学再过来。另外，这个是上海来的。这么多的桌数吗？好像少一点吧。是，没有这么多了哈。农历7月开鬼门，即卖人工作较无闲，就开钱请庙的来普渡。中原普渡嘛，正做庙方1年1摆的大代志。5000外道摆甲起，实在是足壮观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民俗专家嘛讲，几月清茶有禁忌，都民俗专家有建议讲，旧历7月时暗时若是要出去，上好莫穿乌的、白也阁有红的，因为伫咧民俗的观念来讲，乌色代表无清气，较会影响咱人的气场。若暗时穿白衫出去，较会去害人惊着。人讲人惊人惊死人，好惊伫遐有可能误会你是家己的人。农历7月初1开鬼门。照传统的风俗，亲像讲较莫去海边耍水，暗时也莫拿衫。民俗专家嘛建议讲，7月时的暗时，若要出去，这个乌色的衫会当尽量莫穿，就莫穿啦。黑色呢，颜色因为它比较暗，所以看起来的话，人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光亮，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你在那个地方，因此很容易不是惊吓到别人，就是惊吓到自己。一般照民俗来看，7月的清茶是真正有禁气，特别是7月时的暗时，这个乌色代表晦气、无吉利，有可能会影响到人的气场。若是讲穿白色的，特别是遐较人世的材质，穿这款型有可能会去吓惊到路边的人，甚至讲好兄弟啊，嘛有可能把你当作是家己的人。若是讲咧穿甲红记记，伫咧7月时的要是卖较好啦。那红色这个颜色呢，是属于我们喜庆、结婚啊或者大喜的一些日子里头穿的，所以在民间说法里头，那么好兄弟如果在7月份看到我们穿大红的颜色来说的话，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激起他情绪上面一些比较不满。明理师建议讲，若无想要伫个这个7月来吓惊家己，乌色、红色甲白色这个色水会当莫穿，就尽量莫穿。建议讲会当穿一寡较光艳的色水。安尼嘛，通互家己看到较有精神。若讲这民俗禁忌，到底是毋是真的咧？这就看你家己安怎想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娶某无用一工，娶细姨无用一世人，也毋过太阳瓦格纳良宫就无安尼想。今年5月才拄正式登记娶第4任某，封做王后。才过3个月，伊阁娶一个皇妃，是泰国王室87年来头一个无遵守过去一夫一妻的传统。太王瓦吉拉龙宫顶个月28日做67岁的生日，
伫咧生日庆典顶悬有一个穿酒红色洋装的查某人，趴伫个瓦吉拉龙宫的骹边，咧接受秀水。原来这是泰国王室娶媳房的仪式。也若这个5月才册封做王后的素体达，就伫边仔咧看。The king, it must be said, is a bit of a serial husband. This will be his 4th marriage. He's been married and divorced 3 times. He also has 7 children from those 3 previous unions. 瓦吉拉龙宫是外界眼中的这个铁头公主，伫个过去一直有伊野芳采花的新闻，安尼互伊的老爸波美房感觉头壳真疼。伫咧父王加聘了后，瓦吉拉龙宫无解伊风流的作风，才拄登基坐位无够3个月，佮甲34岁的伙计斯丽娜正式甲册封做皇妃。斯丽娜捌伫个军医咧做护士，了后佮入去这个宫廷卫队担任少将。瓦吉拉龙宫还佮伫个册封的仪式顶悬颁授伊4类的勋章，佮学了伊伫个宫廷卫队的表现。泰国从1932年以来，就实行这个君主立宪，嘛拢唔捌出现娶媳房的情况。已经过身的泰王波美房，伊是出名的专情。不过，即马瓦吉拉龙宫已经打破一夫一妻的传统，嘛正做87年来头一个娶媳房的泰王。也若泰王王室是毋是会佫出现真实版的后宫斗争，外界拢煞咧甲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引起大家的注意，顶礼拜爽断欧洲的烧风已经到北极圈，伫咧丹麦馆的吉陵兰引起着冰大规模扬起。丹麦气象研究所统计讲，吉陵兰新历8月初一天内扬起的冰拢总有100亿吨，差不多是440万个奥运的收水池。假使若是吉陵兰的冰继续安尼扬起，到时阵规世界海平面的称关7.2公尺，大家拢袂当结外外。华华桥的水流，这个场面看着真壮观，不过看伫个气候学家的目睭内，心内亲像沾咧水同款。It kind of appears like concrete because a lot of the winter snow has melted off and it has exposed a much darker, bare ice surface. 冰雪世界的吉陵兰，伫伊西海岸这块平原，伫个100年啊，就来称作这个朴实死歹的大地。原来是顶礼拜去西欧的超级烧气，爽断的效果。伫个8月初一这一天内底，就扬100亿吨的冰，伊的总水量差不多是440万座奥运游泳池的水量。This year we've had a melt onset that started between 3 and 5 weeks ahead of the previous decade average. 丹麦的气象研究所讲，今年吉陵兰唔那是这个扬冰提早，冰扬起的速度嘛加真紧。7月总计个流失买1970亿吨冰，差不多是8000万座的奥运游泳池，安尼比逐英年阁悬几落倍。You might remember this story that we brought you a few weeks ago in the Cube. Some scientists were going out to retrieve some equipment in West Greenland. 伫个今年较早的时，这个细处狗阁会当救这个科学家翻过吉陵兰，不过冰雪扬了后，这个亲像海的积水，互外界感觉真惊吓。全球暖化的速度真正紧，已经烧到这个北极圈啊！照安尼落去，地球其他的所在嘛会受到影响。The many thousands of square kilometers of Greenland surface right now, which is very dark, absorbing a lot of sunlight. Meltwater is rampant. 科学家估计讲，若是扬1000亿吨的冰，全球的海面就会升0.28毫米。也若是吉陵兰的冰冻潮扬起来讲，全球的海面就会称关7.2公尺。即马地球已经咧发烧了，人类恐惊嘛袂当结外外。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个画面，这毋是安排好势，这是一场的意外。歌手叮当办演唱会时，一个无细里跋落去2公尺悬的舞台卡，该在人平安无代志。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场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彦威，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你们全部炸掉。
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声，就是物件产生，互人听到的音波，像咱讲笑声、号声。啊，若文音读作声，像讲读诗的时，咱就会读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咱新闻常常讲到赞声，也就是斗演、斗鼓励，讲好的意思。第二个词歹声扫，这个意思是咧讲态度无客气。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餐厅服务人员拄到人客歹声扫、无理的要求，伊也是好声好势，和人客斗斗啊伫咧讲，互在场其他人客看到到地，拢足懊恼，甲伊斗赞声、斗拍扑啊。今日小解这一字声，啊若文音读作声，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人咧讲熟悉去，嘛有可能会跋落去白卡。歌手叮当拜六暗时开演唱会，一个无势力、大无好势，煞跋落去，因为演唱会时叮当无注意到卡后壁升降的所在已经开开，规人阵啊砰一声跋落去2.1公尺悬的舞台卡。雄雄发生这款代志，歌迷拢带一个，该在互医生看了后，无啥要紧，歌迷总算会当放心。乌色内加加上红色的底裤，歌手叮当参加演唱会，拿等伊的卡，唱观音嘛，互大家拢嗨甲变过，毋过直直前一秒。后面无注意到后壁舞台升降机已经拍开啊！叮当就安尼心内拢无准备，嘣一声跋落2.1公尺悬的舞台下卡，互大卡的歌迷拢惊一个空气。为我们爱的都不要命，那叫理性才是爱情。随梦唱到一半，雄雄跋落，毋过叮当也是随去到舞台顶的完成伊的表演，一直到唱完才互人看到，伊表情真痛苦，倒伫后台病床顶的，赶紧有病，互歌迷就毋甘的，好佳再送去病院了后，叮当伫人面册顶的报平安，讲医生诊断敢若是伤到关节甲筋膜，骨头无代志，才互歌迷小可放心落来。过去叮当伫小巨蛋唱的时阵，就捌因为跋落舞台的骹尾当骨受伤，休困上少个外月。这回佫一届发生意外，跋落去了后，也是继续唱，嘛，互歌迷拢讲实在是有够拼死的。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去纽约，看到纽约中央公园热天的音乐节，会当讲是纽约市热天上界大型免贵的音乐节。其中台湾之夜活动已经第4档，过去3档逐场人拢是满。今年台湾之夜伫咧3号暗时闹咧上场，台湾拢总有4组歌手参加，4位由一个查某歌手，因的歌声一个上场，互世界听到咱台湾多元丰富的音乐能量。真歌天后万芳唱有名的歌《心不了情》，这个开喙就互观众听甲忙酥酥。甲纽约中央公园夏日音乐节台湾之夜活动的气氛炒起来，刷落换摇滚乐团就台。特殊的风格加上电子琴编曲，金曲甲团体之北，随后大家注意到因，佫有真够甲古早甲西方的风格甲做伙9N88，嘛共款真有魅力。不想承认与你一起养成的习惯还在身边。另外，佫有原住民歌手阿布用放甲节奏拿调的风格来唱台湾族语的歌，特别的创作和外国人嘛拢真懊恼。今天看到这么多台湾人，我还有听台湾音乐，真的非常开心。我在心里面就是台湾这个最爱的国家。台湾之夜活动今年已经第4届啊，文化总会看线邀请台湾真有代表性的歌手去美国做文化交流。Taiwanese Wave 的主轴是以女性音乐人为主。那我想，身为一个女性音乐创作者，那怎么样透过音乐以及我的创作来去传达我们女性在不管是在台湾或在世界，从这个视角来切入。这个舞台声超过4500个民众，4组歌手轮流上台，带来好听的音乐。若要让全世界听到好听的歌，嘛要甲台湾的音乐实力展给大家看。记者综合报道。
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要带大家吃无同的手路料理。先来看到这是德国的料理，真侪人头一个想到就是猪脚，其实来到柏林佚佗，也有一寡鸡仔肉的小食。森林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场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燕薇，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你们全部炸掉。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小演员，你真的好棒棒哦！哎，亮亮是不是喜欢你？哦，你很脏哎。雅芝吗？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要先带大家关心，这是顶礼拜六一群人来到宜兰武罗溪后壁来烘肉，结果食饭食了后，阵啊无整理离开现场，互人讲实在喊呱呱。来看到有人甲现场的画面翕落来了后，铺上人面册，和大家做伙来分享。讲到现场的粪扫满满是烘肉鸡啊，也有一寡肉根本都无食完。附近的民众讲，3号中昼一群人来到山内来烘肉，下晡3点钟，大家就走到离库卡留规堆的粪扫，已经严重污染在地环境。阵啊甲画面翕落来铺上网络，一寡网友嘛感觉足无公德心。相关的单位讲会进一步来追查，嘛依法要来罚。换者心情来看到，讲到德国的料理，真侪人头一个想到就是猪脚，刷来就是德国的秘鲁。真侪人唔知讲正港的德国柏林猪脚，唔是大家印象用烘的。来到柏林佚佗，一寡鸡仔肉的小食，气味袂输餐厅。另外，佫有一寡一定爱食的料理，带大家做伙来食看卖。来到德国，你第一个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路边摊卖的德国香肠。它其实表皮有点焦焦脆脆，然后吃起来有点酸酸的，还蛮好吃的，一定要尝试看看。这道看袂像肉的德国烟肠，酸咸的滋味，互人食到安尼一喙煞一喙。伫咧德国，烟肠的口味实在真咸，拢总有1500外种，安尼嘛，互人讲是烟肠共和国。论真来讲，这个德国人因上爱食的其实是这味三瓜咖喱粉，佮加蓝塔马豆酱的咖喱烟肠。你敢相信讲，单单这一味，因一年都会当食8亿条烟肠。因为伫德国另外一个代表的食物就是猪脚。讲到德国猪脚，很多人印象中都是用烤的，但其实正宗的柏林猪肘是用水煮的哦。生了后，再搁用杀的这个柏林猪脚，袂像烘的遐尼油。这道猪脚的肉较软了，一入喙搁化去，猪皮较 Q， 同款入喙都会化开。不过这道猪脚煞比面较大，若要食2-3人食一份，安尼上盖拄好。若过来甲斗打这个酸菜，安尼实在是足着滋味的。也是讲来点这个马铃薯甲菜脯呢，安尼就通互口感搁较青笑咯。伫柏林食物件，除了讲大喙来食肉，大喙来啉麦仔酒，也搁有这个芳药控，嘛是袂当错过的哦。这个蝴蝶饼呢，吃起来 有点咸咸的，然后蛮有嚼劲的。如果你一整个吃下去，大概到中午都不用再吃了。真正无咸啦，这个鸭饼看到分量无大，不过真杂煎，内加阁有气味。这个咸中带芳，合做合作盐饼糕，是德国的国民美食。德国是世界出名的芳国，德国的芳有上百种。就算讲你无关系，甲德国人同款，甲这个芳甲当做3顿的主食，不过你嘛会当甲试一遍。另外来到德国，也阁有这道赞的哦。
这盘子上这2颗呢是马铃薯球，可是我觉得呢，它吃起来的味道跟大家想象中的马铃薯不太一样，吃起来反而觉得很像是小蛋糕的口感。马铃薯球，那真正要讲这个马铃薯球的口感，甲台湾的什么食是较共咧。我会讲伊亲像这个 Q 底底的发粿，过来甲斗搭德国的传统菜，酸味甜牛肉，安尼一喙肉一喙马铃薯球，虽然有一丝仔冲突，不过足有迄个德国的风味。毗邻因为历史因素甲地理位置。有真多元的好食面，食到各国料理的特色口味了后，嘛唔通忘记你正港的在地滋味，来感受到毗邻的异国风情。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在地滋味，继续要带大来宜兰食好料的。有一间古早味的餐厅开店较大，敢若3年的时间，不过店里一寡椅仔桌啊，上少算的拢30-40年的历史。头家就是介意传统厝边仔料的感觉，收集真侪古早味的物件，把这古董摕出来展览，互传统的便当店转型卖老母传承的手路菜。油金的咸菜来斗搭卤排骨，酸中带甜，还有咸辣味，互人安尼一喙一刷一喙。谢谢。太多了，丢一点。酸菜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配饭特别下饭，就是会觉得吃不够这样，所以才会想要再点。这款刷嘴的好滋味，是吴家如的老母传承予伊这个家团的秘方。把蒜头甲番姜啊先甲芡芳，再搁掺这个酸菜来调味。好来，搁放这糖落，连味素拢唔好，糖落。啊，咱的面食起来有甜，一丝仔甜甜，搁有咸咸。汤比较好吃。妈妈煮的是靠妈妈的味道啦。比较好吃，他就要罢工了啦。母仔囝2人有讲有笑，伫个创业的过程，老母唔那是这个吴家如精神的支持，嘛是上好的帮站。店内招牌的卤排骨，都是老母跟李文负责甲这个肉甲泡软料。也若查某囝过来掺这个鸡卵豆油，也佫有真侪项袂当讲破的中药材。吴家如讲，这是老母的家传秘方，加上家己的创意，甲真侪摆的失败才换来的美食。应该说，这个卤排骨是妈妈传承下来，加上自己2者下去做的融合，所以会凭着当初的记忆，加上自己的创新下去做，所以刚开始抓这个量的话会很辛苦。所以你说失败几次？我失败50次以上。因为真少年囡仔时代的时光，这就是吴家如开这间餐厅的动机。其实伊伫个2016年才来开这间店，也若店内这摆的物件，像这椅桌，拢有30年以上的历史。其实我喜欢怀旧的东西，我就刚好把我一些收藏，然后刚好想到说，不如我把这些收藏品拿出来展示给大家，然后我把便当店的一个氛围改成一个怀旧的用餐。来，猪肉面。自从改变营业方式了后，伫咧用餐的时间，人客都安尼一直来，安尼总算嘛，互老爸老母较放心啊。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那我们是都没有出外过工作的年轻人。那我是希望说，在我工作之余当中，他们能够也常常来我店里，不管是吃饭，那不管是帮我也好，我至少都能够在他们身边。这个怀旧的物件，传承的好滋味，来软过时空的崩空，嘛甲一家伙仔人的心，甲看板做伙。记者综合报道。森林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省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燕文，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你全部炸掉。8月
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小演员，你真的好棒棒哦！哎，亮亮是不是喜欢你？哦，你很脏哎。雅芝吗？我真的很心疼小仙姑啊。哦，宝宝，你干嘛穿成这样啊？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艺报道。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这真的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必点，这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咸酥鸡。我只能说完全无违和，它完全就是跟这个酸甜的这个甜辣酱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它们就是闺蜜，跟我们一样。张张，超美！你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甜点？它下面就是那个黏润。我很想吃，我喜欢。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喜欢你哦，你很脏哎！你有顾着那麻烦嘞，吹鼓手，会打扮，你会打鼓啊？雅芝吗？我沈焕清啊，我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你。我真的很心疼小仙姑啊，这一阵子真的很累。哦，宝宝，你干嘛穿成这样啊？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艺报道。给人个湿的。他的妆不见了，那个。晚间8点，综艺3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森林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省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燕薇，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你们全部炸掉。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小演员，你真的好棒棒哦！哎，亮亮是不是喜欢你？哦，你很脏哎。雅芝吗？我真的很心疼小仙姑啊。哦，宝宝，你干嘛穿成这样啊？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艺报道。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这真的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必点，这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咸酥鸡。我只能说完全无违和，它完全就是跟这个酸甜的这个甜辣酱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它们就是闺蜜，跟我们一样。张张，超美！你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甜点？它下面就是那个黏润。我很想吃，我喜欢。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喜欢你哦，你很脏哎！你有顾着那麻烦嘞，吹鼓手，会打扮，你会打鼓啊？雅芝吗？我沈焕清啊，我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你。我真的很心疼小仙姑啊，
这一阵子真的很累。哦，宝宝，你干嘛穿成这样啊？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给那个湿的，给那个湿的。装不见了，那个。晚间8点，特意3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森林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省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燕薇，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你们全部炸掉。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小演员，你真的好棒棒哦！亮亮是不是喜欢你？你很脏哎。雅芝吗？我真的很心疼小仙姑啊。哦，宝宝，你干嘛穿成这样啊？每周一。好酒伫网底看戏看双底，新闻上要查台欣赏这场的比赛，这是世界奥多麦锦标赛一客战。超连续5届世界冠军的西班牙选手马里克斯，搁一届摕到冠军，这嘛是个人第50场5站的冠军。新闻上要查台做过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省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午安，你好，欢迎收看8月5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利奇马台风路径西偏，恐怕升级为中台，周4到周6是影响台湾最大的时间点。